各位兄弟来平安，咱同心来祈祷。这个上帝，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也是教会的生日。咱感谢你，为主耶稣你的牺牲、受死、国活上天了后，才派圣神降临伫圣道的中间，互阮彼此结连，成做一体，会当有对伫圣神来快乐行属天的道路。恳求主你圣神今仔日要降临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继续运行伫阮的心中，互阮的信仰哪来哪更新改变换新。阮咱的祈祷、仰望、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想对昨就已经有侪兄弟有发现讲，咱的敬拜团到伫南台湾垦丁迄个所在。他们在去年的时候，因为有一个新诗歌发表，我们的敬拜团所唱的诗歌很多都是他们自己自创的歌曲。那在去年，因为新眼光电视台他们有举办一个活动，就是诗歌发表会。那在这个发表会上面，我们敬拜团的诗歌发表得到很大的回响，于是，在南台湾有一些众教会的连结，他们每年都会在垦丁的地方举办联合的海洋福音音乐敬拜，那是跨教会的。那他们这个主办单位呢，就来邀请我们敬拜团也要去年底就邀请了哈，也来邀请我们下去参加。那我们的乐团在礼拜五的晚上，因为白天要上班嘛，上班上课，晚上呢下班。放学之后呢，连夜赶到垦丁，然后到礼拜六，彩排，礼拜六的下午就开始整个节目，整个海洋福音，音乐敬拜就开始进行。在 FB 上面，我们看到现场直播，现在的网络科技非常的方便，即便我们没有办法下去，但是也可以亲身经历到，好像亲自体验到这现场那非常火热呐喊，这些年轻人属于他们的敬拜。在这里，主持人说了一句话，那个时候我们乐团在他们的敬拜之后，我忘了是之前之后，可能都有说，他们说哇，对长老教会大开眼界，在他们的印象里面都觉得长老教会就是又长又老。我长搁老的迄种教会，可能因咧想啊，因咧想象，就可能讲，长老教会的敬拜团，可能所唱的诗歌，可能听无两三拜的吼，不孤爱困安尼啦，没有什么活力。所以他们打开，就是跌破他们的眼镜，也让他们对长老教会有新的体验跟认识。其实这就是信心的运行，因为信心拄则讲。圣神降临节是教会的生日，圣神降临伫正圣道的心中，互正教会我讲过，教会毋是即个建筑物，教会是咱每一个兄弟合做一体。即个每一个信徒住一个所在就是教会，所以咱对教会唔通，我们的眼界不能太狭窄。但是在我们长老教会这么长的至少在台湾，以台湾来讲。150年、150多年的传统，这样走过来，我们有属于我们的传统。当这群年轻人在他们的时代要用敬拜，另外一种风格的敬拜来呈现给上帝的时候，其实他们非常的辛苦。因为咱长老教会较属于传统的时歌，像拄只。信歌队因咧有4部，迄只是讲咱的圣诗歌，嘛是4部的合唱。咱较属于这种传统起来，就是伫新的时代，新的少年人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流行，他们走在现在，甚至于已经跑在现代的前面。我们叫做现在叫后现代。在他们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呈现他们的敬拜的时候。跌跌撞撞，辛苦是在于，因为他们跟传统冲撞，颠覆传统。我唔知大家有发现无？若是咱教会，其实全省的长老教会，咱有做过统计，
一般来讲，我讲一般啦吼，毋是讲完绝对。咱长老教会即个时阵，差不多40几岁到50几岁，特别是45岁到55岁，无啥物人伫长老教会。特别是40、50岁这样子的青壮年，正是教会栋梁，正是我们讲做三明治夹层，因为顶面有足多我们讲做上年的，下面有足多儿童青少年，念伫中的这站拢无去，比例非常的少，比例非常的少。我做一个统计，咱现场做一个统计啦。你的年龄是45岁到55岁啦，请举手一下。45到55，真的很厚，手放下，真的很少，1/10都不到。是安怎？是安怎？为什么长老教会会到底这个时阵，那中的这站的人是最重要的一群人不见了？有一个资料显示，近前阮伫咧读新海的时阵，有一个资料显示讲，不完全是这个原因啦，但是这是其中的原因，就是我拄则说过，因敬拜的方式没有受到咱传统的接受甲接纳，所以很多的青年人都流失。那卖想讲啊，灵粮堂啊、行道会啊，他们很会抢人。当我们在埋怨人家怎么那么会抢人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反省自己，怎么我们的青年留不下来？是不是我们的心胸不够开阔？我们是不是太多的担心跟烦恼，没有把好像我们的传统会因此消失？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这样子的担心跟烦恼交给神，仰望上帝？以至于我们不断的压迫他们，在他们成长过程当中，不断的让他们一直受到压抑，没有办法可以发挥。你的信用，纵使来感谢上帝，这群咱教会敬拜团，这群团员，包括我家己的囝，因进前伫个夫妇会嘛是长老教会，伊成长的时阵，我相信，伫因伫咧敬拜团安尼咧成立。然后用因的分数来服侍的时阵，一定听到最负面的声音，一定会听到很多负面的声音，总是因坚持落来。像顶礼拜我讲的刘淑珍老师演的一个服侍要维生40年，无简单，逐礼拜拢袂当休困。即群敬拜团的青年，逐礼拜。也无法度通休困，无法度警察换班，安尼轮流休困。今仔是有来，这礼拜有来，下礼拜无法度，因为每一个乐器都很重要。他们几乎是1年52个礼拜，几乎逐礼拜都一定爱服侍，服侍进前也一定爱差不多1、2点钟，至少2点钟的时阵来锻炼。你嘛是伫教会做一个安尼锻炼，伫厝里家己啊自己的乐器，要自己不断的练习，不断的操练。信仰要持守下去，咱爱维生伫咱的服侍，特别伫困难的中间，真痛苦，真无简单。总是我真感谢上帝，来变成即群青年。因就他们也算是建成之光啊，发光到南台湾，让他们南台湾当地的众教会看见，原来长老教会也是可以让他们眼睛为之一亮的。今年开始，咱教会咧新安拢读经手册，正当咧读圣经。我唔知有偌侪人一直对年头持守到现在，5月已经用要过去啦。咱有偌侪人持守，照安尼来做。当咱咧读上帝的话语，用心第一耶稣基督的教导，搁透过现成保惠师的感动来省察家己的内心生活中应该调整的所在。这规个过程是培养咱信仰上重要的基础。有时伫这个过程，亲像是面白苦水安尼，无啥物滋味。
可能有时啊，咱咧灵修，逐工咧读圣经，了讲啊，今日的经上，我哪会无啥物感动，吼，敢若无啥物意思，啊，无爱读啊，就可能搁课头几两工，搁捡起来搁读，安尼毋对，咱逐工读就亲像白饭，咱搁食饭，逐工嘛着爱食。天气搁较热，嘛着爱煮来食，因为无食饭就无法度维持咱的体力。逐工读经，祈祷也亲像啉杯滚水。即摆少年人，即摆人较爱啉饮料吼，较用迄个有滋味的迄个水啦吼，杯滚水啊，无啥物啉了到地无啥物滋味，总是杯滚水嘛是治病啦，特别是即摆热天热啊吼，无啉水会脱水，咱的健康就会出问题。咱咧看遮个，无论是照三顿来食饭，或者是啉杯滚水，伫平常时敢若是无啥物特别的感触，总是等咱的身躯碰到病痛的时阵，我们平常培养的抵抗力，我们平常因为照食吃3餐，因为有注意自己的饮食跟喝水，这样子的抵抗力、体力的培养，让我们在生病的时候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抵抗那个细菌跟病毒，可以尽量不吃药就不吃药。所以咱的人生嘛是同款，咱咧顺遂的时阵，可能感觉读经无啥物注意，总是等咱碰到困难的时阵，等咱碰到十字路口的时阵，上帝话语透过圣经就可能会安尼走出来，互你心内想到一句上帝的话，哇，迄句上帝的话就真做，你骹一个顶路就会长。互咱不然来的惊也毋免惊，因为义人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主耶稣基督的教示，会真做咱的快乐。今仔日的经文17节讲，听受劝诫的是行入活命路。义人的劝诫、义人的话语，若是爱用听的，若是爱用心来接受，搁爱照安尼来行，行出来就代表咱有听、有一致、有入咱的心。真实的信用要付出行动，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听了无去做，比毋捌听到搁较凄惨。因为魔鬼撒旦常常会用谎言来欺骗咱，亲像伊伫咧爱莲落园的时阵，迄条蛇甲夏娃骗讲，无一定啦，上帝敢真正安尼讲，无拄啦，无拄恁会死啦。拢讲遮个敢有影阁无影的代志，又诱骗阿当、夏娃因进入迄个试探，然后受骗。就无照上帝意思来行，但咱明明知影即寡代志，就是做袂到，就是咱对上帝应允、对上帝话语三心二意，唔肯安尼去做。18查讲，抗目伊的怨恨的喙讲白贼，就是咧讲即种情形。有的人有时啊，咱可能会听着讲啊，可能咱家己心内安尼想，上帝话、圣经的话听就好，莫。不要这么当真啦，无遐尼严重啦，免遐尼认真。有一寡假好的啦，就是咱讲假冒伪善的人，伊表面上就会讲一寡互咱听了感觉真安心的话，敢若有影，总是却是咧引诱咱咧行袂路，互咱失去方向，亲像七只啦入去路网袂去出来。今仔日有圣礼典，有人要接受洗礼。讲到洗礼，有人可能会想讲，有来教会参与聚会就好啊，无一定就爱洗礼。迄个人可能伊会行做和基督徒共款，看起来外表看起来拢共款，真共款，甚至会比基督徒更较好。总是上帝应允咱什么？上帝应允咱是会当因为信，我们是因信称义，咱是因为相信称做义，才着洗礼，咱的罪才会当得到清气，才会当得到对信心来的顶头生，甲主耶稣基督结连成做一体。
有份有主的道，和神的约会一切稳定。若无遮着洗礼，遮一切应允拢袂临到咱。耶稣也讲，我就是道路、真理、活命。若无遮着我，无人会到伫爸遐。我会对爸求一保惠师，和你伫地，就是真理的神。真理的神会带领伊带恁行伫真理的道路。若无受洗，咱就无法度和圣爸、圣子、圣神、上帝三结的，也无法度得到所应允的。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今仔日也会举行小型洗礼，有人就讲啊，小事哦，啥物拢毋捌啊，听也听无，是要咱洗礼，安尼洗礼对伊无公平啊，应该等伊大汉，互伊家己有自由，会当拣选伊家己想要信的迄个信仰，爱互伊选。遮尔尊重咱的细囝，这是现代父母真行啊吼。总是我爱请问一下，伫生活中，咱的细囝爱食麦当劳，因爱啉饮料，爱看电视，爱耍手机啊。咱敢会讲啊，尊重阮的细囝，伊爱食的，阮就讲互伊电视看。对白是看到暗时，麦当劳叫三顿，互伊食麦当劳。早起麦当劳，中昼肯德基，暗时摩斯，叫安尼去食，囡仔欢喜结果。咱敢会安尼？袂啊，因为咱父母知影啥物是对咱的细囝是上好的，伫啥物款的时阵，咱就互咱的细囝上适当的物件。咱伫生活中，敢拢会遮尔啊注重，总是咱对咱的信仰，哪会遮尔乱了袂紧？哪会遮尔乱了袂紧？遮尔大的福气，遮尔大的礼物，哪会叫牛步稳重起来？有爱互咱的细囝来领受。咱就知上帝应允咱，上帝应允啥物？虽讲细囝无明白遮个代志，总是伫主的内面，一切应允也要归乎伊。所以虽然对人的角度来看，讲啊，这细囝明白，也无晓应。就算讲伊应，也毋知影是应，到底是应是伊家己心内所想的，还是公公安尼毋知影安尼凊彩应的。毋管。总是父母带细囝到伫台前，到伫上帝面前咧受洗的时阵，伫上帝角度，上帝应允讲，虽讲细囝无明白，总是伫上帝拢有准绳。上帝要互细囝会稳定，一切稳定。可能人袂持守，总是上帝伊会持守。一切稳定，一切束缚，上帝就是要互这个细囝，上帝就是要互伊。安尼咱毋好，安尼咱毋好。耶稣也讲，用阮细囝就如我，无得甲因做讲，因为上帝国就是即号人。上帝应允耶稣的教示，遮尔啊明显，遮尔啊清楚，总是咱定定拢会。一寡人讲安尼，一寡人讲安尼就，敢若讲敢若遮是的吼，等伊大汉讲讲看啦，是莫受洗就要紧。咱做时代的实在是爱三甲分担培养细囝信仰的责任，就爱常常用上帝话、耶稣基督的教示，用伊人的话语来养饲咱的细囝。伫咱的细囝成长的过程受委屈的时阵，咱爱惯习用上帝的话语来甲伊安慰、甲伊鼓励，互伊通习惯知影上帝是因的一生，特别因倚靠上帝。咱伫教会内面爱彼此分担照顾教会内面每一个细囝，是咱逐人共同的责任。猫咪细囝毋是猫咪人的，是咱大家有安尼想哦。大家要这样想哦，那个小孩子不是某某人的，是我们的。这个孩子是我们的孩子，那是咱的囝。
真做父母的，也着放心将细囝交互主的教会，亲像汉娜将长女交互祭司以利，毋通惊也毋通烦恼家己的囝受着委屈，毋通将家己的囝保护甲亲像王子甲公主。即摆有一个名词叫做公主病，我毋知大家捌听过无？哦，公主病是啥物意思？公主病就是形容一个人都。大家爱甲伊服侍甲足好诶，他都不能受一点委屈，什么都要公主嘛。公主是安怎大家想着昨迄个英国皇室的婚礼举行婚礼公主就是尽人服侍，安尼甲伊保塔，一点委屈都不能，跌倒都不行破皮更不要讲说破皮那公主病啊咱千万毋通互家己的。将家己的囡仔保护甲亲像王子公主安尼，完全没有挫折的耐受度。世事，咱的主席学老师，迄才是咱的肢体彼此中间无法度平疼来喊迄个细囝爸母讲熟悉话的时阵，因为咱爸母，我家己嘛是做老母的人，我知影讲有时啊，咱做爸母的拢真爱听学校的话。总是囡仔咧大汉过程中间，无可能无代志的啦，无可能无代志的。当咱的老师，迄就是咱的肢体，含咱提醒讲啊，母咪兄姐啊，你的囝有一寡代志你爱较注意的哦。咱的老师，还是咱的兄姐，甲咱提醒的时阵，咱是会当谦卑来接受，还是迄就是讲咱的秘密。咱若是避免可能后摆就无人要来管你的囝，你的囝就真正变成你的囝，毋是咱的囝。这是真可惜的代志，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有限制，每一个人的角度看法拢有限制。咱若相信办项事，三甲来效力，叫疼惜第个人得到利益，就感觉讲大家提醒是真好。我举一个例，我大汉查某囝迄当阵，我会记你伫差不多幼稚园大班的时候，他长水痘，水痘规身躯嘛他长水痘水痘后来结疤之后就剩下一点疤，他刚好在嘴角的部分有一颗水痘特别大颗。因为水痘的疤，如果你没有让它自己掉，它就会有疤在。如果是让它那个结痂，如果让它自己掉，它就不会有那个疤所以这个嘴角的水痘会特别大颗，所以结痂特别慢，特别久，然后要掉落的时间也特别久，所以我们都把它顾得很好。七岁的时阵、洗面的时阵、4岁的时阵，拢就细腻安尼。总是有一天，教会如果有办庆生会。那天的庆生会吃的是巧克力蛋糕，吃的是巧克力蛋糕。囡仔真欢喜啊，捧个巧克力蛋糕啊，四个礼拜结束了，安尼一边吃一边行安尼，就一个阿嬷看到伊的迄个结痂，伊计是巧克力蛋糕有笑进去啊伊就真好心，家切喙安尼，一切落去哇，大家知影讲，伊就。阮迄个大汉查某就紧走来，讲妈妈，迄个安怎落去啊？我就讲，一开雄雄啊想讲真无彩，过到安尼，叫我啥做我就甲伊安慰讲，不要紧啊，迄个阿嬷是疼，伊是在疼你，伊知影你的厝无七清气，伊甲你笑清气，迄是你的心，咱会看迄个阿嬷的心。毋通因为迄个行为就咱伫咧哟，拜托迄个阿嬷，哪会安怎假假咱袂使安尼想，咱会教导咱的囡仔在第一时间点，其实咱做爸母，咱做时代态度就真重要。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要看人的内心，学习让他们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教会。时间久来，当伊在成长的时阵，伊着学习要安怎和人斗阵，学习用上帝眼光来思考肢体彼此的关系，也会拿清楚，什么是魔鬼撒旦的谎言。
他们会越来越会分辨什么是魔鬼的手段。魔鬼的手段就是要让我们彼此分裂，彼此看彼此无欢喜，这就是因的手段。咱千万袂通甲伊骗去，互伊受到欺骗。遮个囡仔，若是安尼，咱的囡仔顶礼拜母亲节，足侪囡仔徛伫台前咧献诗，大家看真欢喜，真活泼。这是咱着爱知哦，咱若是因的父母哦。伫教会、伫信仰、伫宗教教育的顶面，咱也是因的父母，爱三角夫妻分担照顾的责任。顶礼拜呼吁大家真正做彼此信仰的夫妻，无论你是男的、女的，无论你是老的、少年的，咱立志真做彼此信仰的夫妻。当咱每一次今仔是要收圣餐。有圣礼顶，行洗礼，行洗礼。每一次当咱参与伫圣礼顶的时阵，亲像是搁一次伫上帝面前来洗了。毋茫则着安尼，咱会当搁一摆伫咱的心内，搁一次用咱的上帝来立志，成做信仰的供应者。我们要成为信仰属灵的供应者，而不是消费者。咱来到教会是要服侍，是要服侍，毋是等人来服侍。咱要选择倒一条路，是行往活命的道路，还是行往灭亡的道路？是要行往上帝，还是甘愿继续用世界的价值观来定论伫遐？是要照上帝心意来行，还是甘愿一直受欺骗？袂要紧，袂要紧啦，这也袂要紧，遐也袂要紧，拢袂要紧。咱要选择倒一条道路。今仔是圣神降临节，是教会圣日，借着圣神降临伫信徒的身上，大家伫基督耶稣内面结连，成做一体，成做咱所讲的教会。基督是教会头，咱是伊的身躯，咱每一个兄弟是彼此的肢体。所有的信徒借着圣神的灌压，会当常常含上帝三角伫咧。我的内面有你，你的内面有我，血浓于水。我们平常叫兄弟姊妹，不是叫假的。我们以兄弟姐妹相称，不是叫假的。我们是血浓于水的肢体。血是对倒来，是对耶稣基督牺牲来的。耶稣基督的恩典。的话已经想述落来，就听谈敌人的话语，启造咱的信仰伫永永袂倒坏的石盘顶，行伫活命道路，三角来到。天上帝感谢主你，差派圣神保惠师伫阮每一人的中间，互阮有气力学习耶稣吹讲造就人的话语，也培养阮属灵的信仰。分担伫教会每一个肢体属灵培养的责任，互阮永远伫你的内面袂倒坏，所菜标来跑走。愿安尼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继续来聆